Hello，大家早晨啊！咁今日咧就係想同大家傾一下關於台灣當局啦，台灣政府宣布要封鎖限制小紅書1年嘅呢一個事情嘅一啲個人睇法啦，同埋網民上邊嘅一啲應對措施嘅。咁最重要嘅就係麻煩大家要將呢條片睇到最後喎，完全冇諗到咁自由嘅台灣，居然都會有封鎖小紅書同埋封鎖小紅書網頁嘅一日啊！唔通我啱開始嘅小紅書事業就要咁樣胎死腹中？我先啱開始咋，我仲諗住靠小紅書發一筆橫財等我暴富一下㗎，我唔想成世都要做打工嘅牛馬啊！咁事情嘅起源啦，就係12月4號呢一日咧，台灣政府就有宣稱小紅書近呢2年係涉及呢個詐騙案係高達1706單詐騙案件嘅。咁會中咧，同時都有指出啦，小紅書 app 呢個 app 咧係有存在呢個資安檢測唔合格嘅問題，咁所以咧就會即日起針對小紅書呢個 app。進行一個封鎖限制嘅，咁時間咧就係1年咁長。我講到詐騙啦，我個人覺得詐騙呢件事咧，其實係無處不在嘅。如果你國家或者係政府地區想將詐騙呢樣嘢完完全全咁樣去 charge 佢，完完全全咁樣去 block 咗佢，我認為啦，其實係冇可能嘅，因為依家網絡技術、IT 技術咁發達、咁先進嘅一個時代，你今日出咗呢一個招數去打擊呢啲詐騙犯罪嘅案例，咁可能第2日詐騙分子佢哋就會有更高超嘅技術去 unblock 翻你呢啲咁嘅嘢。正所謂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咁所以咧，我哋嘅政府同埋我哋民眾自身、個人自身咁應該做嘅嘢係咩咧？咁政府咧就係要加強咁樣去宣傳，去提高我哋呢啲民眾嘅防詐騙嘅意識啦。咁當然啦，個人自己都係要多啲去關注一下政府發出嚟嘅一啲詐騙案件，或者係一啲詐騙嘅話術。咁通常嚟講嘅話，只要提高自己嘅一個防詐騙意識嘅話，其實呢啲咁嘅詐騙分子係好難去呃到你錢咁樣嘅。咁特別嘅咧就係個人信息啊、轉帳啊，一定要三思而後行，唔可以貪嗰啲多小便宜，令到自己嘅財產財物受到重大嘅損失。畢竟呢個世界上邊點會有咁大嘅蛤乸隨街跳嘅咧？係咪先？如果有咁好嘅事情，有咁好嘅選盤，咁好嘅選嘢，佢自己都會先益翻自己啦。點會益你啊？你同佢三唔識七咁樣，你又唔係佢啲咩三姑六婆，佢點解要益你咧？係咪先？咁當然啦，都會有人講話，我喺小紅書上邊買嘢，或者係話我同啲賣家收一啲二手嘅貨，或者係收啲演唱會嘅飛。咁其實呢啲事情都會遇到詐騙嘅喎。咁其實我可以好放心咁樣同大家講，喺小紅書上邊買嘢，只要你係通過平台嘅渠道去買嘢嘅話，你係一定唔會受到詐騙，因為小紅書其實就相當於淘寶同埋蝦皮咁樣嘅一啲購物 app 嚟嘅。其實你俾錢嘅當下咧，就係將你呢一筆錢轉到去第三方嘅帳號上邊。咁你確認收貨之後，第三方咧先會將呢一筆錢再轉到去賣家嘅account 上邊嘅。所以咧，如果你係喺小紅書嘅平台上邊買嘢嘅話咧，係完全唔會受到詐騙嘅風險嘅，亦都唔會有詐騙嘅事情發生。如果你收到嘅貨不對版咧，就可以好似我哋平時使用淘寶啊、蝦皮咁樣，你直接撳退貨就 OK 㗎啦。咁如果你係話你要同一啲賣家自己去收一啲演唱會飛，或者係話收一啲
二手嘅嘢，譬如話咩耳機啊、電腦啊、包包啊、衫褲鞋襪等等呢啲咁嘅嘢咧。咁如果你哋兩個係同城嘅話，咁呢件事就變得方便好多、簡單好多啦。你哋兩個只要線下約喺某一個地方見面，然之後賣家將佢嘅貨交俾你，你檢查完呢個貨品係 OK 嘅之後，你再將錢當面轉去賣家嘅嗰個帳號上邊，咁其實大家都唔會受到詐騙嘅問題。咁如果係出現唔同城嘅情況咧，咁一定就係要行平台。咁當晚消息一經發布之後咧，大家對於呢件事情嘅睇法啦，都已經係屬於一個兩極分化㗎啦。咁其中一極咧就係覺得政府係做得好嘅，咁另外一極咧就係覺得政府有冇咁樣嘅必要啊？咁同時啦，都有少數人係企喺中間中立嘅立場上邊嘅，係覺得封鎖都好，唔封鎖都好，其實對我好似冇乜太大嘅影響。咁對於呢啲認為政府出台呢個政策係好嘅人嚟講咧，咁佢哋咧就係會覺得政府終於有所行動、有所作為，針對呢一個詐騙犯罪活動，有做出一啲防範嘅措施啦。但係你話封鎖小紅書就可以完完全全咁樣去打擊呢個詐騙犯罪活動啦，係冇乜可能嘅。但係佢確實係喺一定程度上邊係有一個控制同埋降低呢個犯罪活動嘅事情發生嘅。咁對於呢種覺得政府有必要咁樣做嗎？只係一個小紅書 app 啫。咁呢種人嘅話咧，佢哋自身就係會好經常去使用小紅書啦。咁其實大家使用小紅書呢個 app 咧，無非就係兩種功能啦。一啦就係佢嘅瀏覽功能。咁其實瀏覽功能咧就係小紅書會用你嘅大數據去判斷話你對某些話題或者係某些類型嘅筆記係會感興趣嘅，咁佢就會推薦出嚟俾你。譬如話有啲人會睇一啲博主發出嚟嘅日常生活活粒啦，又或者係美妝博主發出嚟嘅美妝教程啦，又或者係話你追緊星，可能你追嘅嗰個星依家喺邊度開演唱會，然之後都會有人上傳一啲關於演唱會嘅視頻出嚟嘅，咁你都係可以用瀏覽功能去進行一個瀏覽嘅。咁第二種咧就係搜索功能，譬如話我今日要去某一個地方旅遊，但係我對呢個地方附近嘅好食、好玩、好逛嘅店並唔清楚嘅話咧，可以喺小紅書上邊去搜索話呢個地方有啲咩嘢必玩、必去、必食嘅店，又或者係話呢個地方有啲咩必買嘅，又或者係話呢個地方佢嘅一啲文化底蘊啊等等，咁其實我哋都係可以通過搜索呢個功能去做翻一啲攻略嘅功課嘅。咁所以封鎖小紅書 app 呢個問題嘅話，可能對於一啲經常使用小紅書 app 嘅台灣 IP 嘅用戶啦，對於佢哋嚟講，其實呢一個困擾算係幾大嘅。實針對呢個問題咧，我都係有做咗一啲功課俾大家嘅，其實無非就係有兩種方法去解決啦。第一個咧就係你要翻牆，用 VPN 去翻牆，然之後翻去一啲冇封鎖小紅書 app 嘅呢啲國家或者地區。咁第二個咧就係將你手機上邊嘅 WiFi 裡面嘅嗰個 DMS 去手動更改，將自動改成手動，然之後將佢嘅服務器嘅嗰個number 改成8888或者係1111，咁樣嘅話，你就可以喺小紅書上邊暢遊無阻。咁針對網頁版嘅咧，同樣都揾到咗相對應嘅解決方法。如果大家係使用嗰個 Chrome 去上網嘅話咧，咁我哋就可以喺設置裡面去搜索 DMS， 然之後揾翻對應嘅地方，將嗰個DNS撳翻嗰個 Google Public， 咁樣嘅話，你都係可以喺網頁版嘅小紅書上邊暢遊無阻啦。咁以上就係針對呢個近期台灣當局要宣布封鎖小紅書1年嘅一啲個人嘅睇法。
咁如果大家仲有啲乜嘢其他嘅見解，或者係話相關嘅一啲應對措施嘅話，都歡迎大家喺下方留言㗎。提醒大家記得要訂閱我嘅頻道啦。咁今期嘅視頻就到呢度，咁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